大家好，本期我哋想分享一下對人民幣走勢嘅睇法。近期人民幣表現出比較強嘅避險屬性，我哋認為年內人民幣應該都係維持溫和升值嘅一個態勢。喺近期嘅美伊衝突入邊，外匯市場除咗一啲商品貨幣，例如澳紙同埋加紙表現強勁之外，其實人民幣都表現出十分之強嘅一個避險屬性。目前嘅匯價基本上都翻去衝突前嘅一個水平，而人民幣指數亦都回到100上方。人民幣表現之所以咁強，主要係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個，我哋認為最主要嘅都係人民幣受到一啲比較強嘅一個結匯利率嘅支持。從出口數據睇，今年1到2月，中國出口高達6566億美元，同比增長22個百分點，創4年嘅新高。喺在岸人民幣嘅外匯市場入邊，我哋見到即期嘅交易量亦都繼續處於近年嚟嘅一個偏高水平，逢低結匯嘅需求繼續提振人民幣嘅一個匯率。2026年1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順差高達888億美元，位居2013年1月以嚟嘅第2高位。更加值得關注嘅係，遠期淨結匯都創下咗393億美元嘅歷史新高。呢個意味住大量嘅企業唔再滿足於喺即期嘅市場進行結匯，而係通過遠期嘅合約提前鎖定未來人民幣嘅一個匯價。呢個都為市場注入咗大量嘅美元供應，直接提振咗人民幣嘅匯率。第二個原因係，我哋認為中國受到高油價嘅衝擊，目前係可控。同全球主要嘅一啲國家相比，中國能源消費主要以煤炭主導，佔比大約為50個百分點。另外，近年中國加速發展新能源，呢個都進一步降低咗中國對石油嘅依賴。2025年，石油僅佔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嘅18%，遠遠低過歐盟、日本大概40個百分點嘅石油依賴度。因此喺美伊衝突嘅情況下，高油價對中國經濟嘅衝擊相對有限。總結嚟講，我哋認為中長期仍然睇好人民幣嘅表現，但考慮到人民幣指數已經去到100嘅相對高位，我哋預期人民幣接下嚟會維持一個溫和嘅升值幅度。感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